如今竟然以售價5600蚊嘅尺價出售83永康街，麵包平過麵粉足足30%，認真陰功啊！喺長沙灣嘅商貿地呢場嘅豪賭入面，新世界點樣由當初嘅雄心壯志，淪落到今日要割喉式劈價，連地價都蝕埋嘅慘淡局面呢？回想2017年嘅2月，當陣時嘅香港樓市正處於一片瘋狂嘅大牛市。翻查文匯報喺2月16號嘅報道，鄭志剛表示非常睇好九龍西嘅未來發展，而新世界指該用地景觀開揚，北面係山景，西面可遠眺昂船洲大橋，部分高層更加享有海景，而且長沙灣一帶近年發展積極轉型，唔少工廈已經轉型作商廈嘅發展。市區嘅核心地段商廈長期供不應求，預計整體商廈市場將平穩發展，商廈嘅租金以及售價將持續上升。當時已經有專家估計，新世界連埋建築費、利息總發展成本起碼要120億以上，而嗰陣時嘅新世界可能是長沙灣為自己嘅後花園呢，諗住透過大規模嘅收購以及投地，將呢一區改造成新一代嘅核心商貿區。來訪嘅專家們當時仲唱好話，呢個項目落成之後可以長線收租或者拆售，彈性非常大。新世界終於要面對現實，佢哋喺長沙灣嘅旗艦甲廈項目83永康街銷情慘不忍睹，最終要採取割喉式嘅劈價策略。根據市場最新嘅消息，83永康街嘅尺價已經跌穿當年嘅地價。呢個項目喺2024年首次拆售嗰陣，尺價仲係維持喺1.17萬至到1.3萬蚊一尺。點知去到2026年，部分單位扣除回贈之後，最終尺價低見5600蚊，同2024年開售價相比，跌幅足足高達57%。呢個係最諷刺嘅地方。當年買地成本價7808蚊至到7996蚊到啦，而家賣5600蚊一尺。麵包平過麵粉接近30%，仲未計嗰幾十億嘅建築費、利息開支以及行政成本。雖然5月底劈價30%嗰陣，曾經吸引咗一啲買家入去成交咗幾個7100蚊尺嘅單位，但呢幾位買家全部中晒貨，因為呢種小修小補就救唔到成個大局，最終要再劈落去5600蚊先有人接貨。喺2024年開售反應一般嘅情況之下，其實已經無險可守，但佢哋依然守住高價，直到2026年先至肯劈價式咁賣樓。